孩儿你我这个记载了40年了，人都老了吧？嘿，不老，小鸡年方70也，杀鸡我青春68。杀鸡呀，你我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哪里都不去。哦，晒太阳。真的无事可做了吗？无事可做，好，那就晒太阳。晒太阳。你看他真是写下了，可惜恰也可也写不下。如今最令他难忘的，恐怕还是那2位师兄啊。见了吧，就是他们2位，大师兄马胥，二师兄曹随。那一年汉书尚未解禁，马胥、曹随还在小鸡长兄班固先生门下读书。小鸡他才14岁呀！这一就天人之际，听过天子之言，千人上居轩辕，下至于身穿为人表，本居12，千人唱。苏家30列传70，范八30遍，一人9。先生2位爷妻，你们在到谁家问账？卫兵先生弟子在到司马迁的保神安书。卫兵先生弟子在到司马相氏的上林府。一个在到司马迁，一个在到司马相如。以你们看来，现朝2位司马，哪一位跟着的后人推崇？弟子以为司机为天地立心，乃祈求大众，太师公跟着的推崇。师兄说得甚是，不过司马相如的锦绣之风，也曾尊敬一代风流。说的是。司马长卿一纸妙笔，并非常人可比，而那太师公子豪爽正气，更是千古无匹。先生珍重，这是班固先生的家吗？哦，公公是你就是班固先生吧？真是，我是王头身边的，特地来接先生道喜。
切莫横竖，喜在何处啊？先生有个小妹，名叫伴奏，是，今年14岁。真是。哎呀，伴姑先生啊，林妹可真是了不得呀！她经过就往头上梳。啊，伴奏上书。哎呀，伴姑先生哎，这是伴奏官上书，陈群朝廷尽肃静，此举经过皇太后颁布刑法，全须问。在你家上我军也罢了，夸谢太后好大恩。先生，汉叔真的接近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太后开放书籍，鼓励询问，你那汉书可以继续变装了。是嘞，我无知两代未尽的汉书，终于可以重见天色了。那是啊，是前辈领旨，汉书接近了，汉书接近了。皇恩浩荡，天书经，原来我班上小妹貌似上书到公平，数十年筚路来临也是命，两代人谁曾往事苦修营，终算是今日云开我满庭，真经我书生体论上皇上，多谢皇太后，多谢公公。哎呦，公公我知道你治了这一个邪子，什么职位都不知吧？不过只要帮先生答应把太后吩咐的事办好，我这一胎也就保得不冤枉了。不知太后如何差遣啊？太后知道帮先生年轻时学过2度夫，那文采那气势，这在建造司马长卿，太后就是欣赏你颁过的文笔，所以命你做一篇大赋。太后命颁过作赋，即为长曲宫生的颂。长曲宫生的颂，长曲宫乃是太后的居处，数月之后便是太后的40寿诞。这篇大赋可以只要在庆典上用的哟。为皇太后作赋。哎呀，对，这可是求之不来的美才吧？吾内办过久不作赋，只怕欲为太后的重托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哈？班先生，哦，不，班大
成。文人嘛，4月份古创要做，我文章更是要写。要不然王太儿凭什么准你修饰？王上接你关注你？多谢公公讲诲，用班固3、4。3、4可以，不过3、4过后，公公我要亲自来审来拿的哟。好了，说了半天的话，主角还没有登场呢。我倒是想见见这位小才女伴奏究竟什么样。马须去叫韦八是先生，韦八，韦八，来啦！见过先生，见过大师兄、二师兄，见过这位不争无须的公公。他就是伴奏啊。此乃小妹身边拾掇的傻丫头。丫头就丫头呗，为啥丫头？杀鸡韦八呢？你把我小气呀？我不是，为什么不杀？我傻呀。哎，快把小鸡请出来，公公要见他。什么？公公要见我家小姐？哎呀，这可糟了！自一堂前安酒铺，一层比层新婚处。常问小姐才何子，请她帮上枕头书。班长在何处？可何书啊？小姐寝室库房内，金碧门藏金书套。班草太爷金书啊！哎呀，小姐命我手口是笔，我怎么一不当心，全说出来了。是个啥呀？不放！太后已经揭示了书籍，你家小姐不算犯法啦。真的，小姐偷看经书不算犯法啦。他不犯法啦。哎呦，我得赶快告诉小姐去，告诉小姐去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公公，送去书嘛一块。我公理王于是，帮大人告辞了。赵贼送公公。是公公，请。公公万岁！请问公公，那沈德松何时来取？何时写好，何时来取？太儿之事不用耽误。只怕怎么？公公有所不知，小先生一向体弱多病，只怕顾得了子书，就顾不了祖父。万一当不了太后的手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难得你这个弟子是此长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岳生曹谁？曹谁？我看你又聪明又聪明，有模样有模样，往这把脸压力是招人欢喜。这事该怎么办？你就替王太儿多操这点心吧。是。公公最好。小姐，
哎，回爸，你是何想到去皇太后上书的？我不是板彪的女儿，板姑的妹妹吗？我既是板氏女，要做于心人，岂不知父兄两个子欢事，所谓从来所奉请朝廷送交分，新闻欢送，总开吉平，喜财满上，小财星。兄长温馨，祝要问。
青菜无白叶，春暖花送早出城。尾巴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先生，尾巴，你和杀鸡去烧些茶来，兄长与你的两位师兄有话要讲。哎，小青来。聆听先生教诲，二位也请。那
要抬头掏枪在场，要抬英勇把像我马须何德何能，该配百照冠军苏家。像我赵瑞所谓自信，少配半照也算风雅。我总不能娶百照为妻，也要毕生关爱着她，一生栽在百谷先生。我若是娶了半照，固然也是荣耀，可这一步还俗，却要付出心来。你们到底怎么想啊？卫兵先生弟子不配，卫兵先生弟子不管。哈哈哈哈！一股不配，一股不管。其实你们的心思为此也都明白。先生，此次你二人残缺未毕，对我这份故为拜。是。买，实是问明白了，你们有得怎讲啊？全因先生主张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是。为爸，你手下兄长有话要问你。哎，兄长请讲，小妹听着你。为爸，你看两位师兄是何啊？两位师兄好啊，哪个更好？哪个都好。好在哪里呀？大师兄温良敦厚，好；二师兄机敏风流，好；三国有兴趣，但在小妹眼里只有一个字，好。虽然不明报比，倒也平手当啊。不过呀，大师兄是有二师兄的才气，二师兄是有大师兄的敦厚，那就好上加好了。说的是啊，为爸，这是兄长让你在两位师兄中择一夫婿，你中意哪一个啊？兄长实在是想吧？孤王言之。哦，不当真啊，那就无妨一试。我选二师兄。为何？二师兄有才气呀。哪篇草色？哦不，我选大师兄。又是为何啊？大师兄重人品啊。那边马须？哦不，我还是选二师兄。哎，为何这样变来变去的呀？重人品的男人，可敬却不可爱；有才气的男人，可爱却不可靠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喜欢哪个，不喜欢哪个。哎，还是兄长替小妹做主吧。其实兄长我也举棋不停啊。也罢，半早测序，听天由命吧。为爸，你就随意选一个吧。兄长，
兄长我哪里是在这笑啊？兄长是要为你出一夫婿，为父兄必经的婚书，才一位结拜神啊！可小妹我在上是非呀？可兄长的雷人已经服毒了啊！兄长真的要嫁小妹？嫁不是马戏，偏是草蛇。望着那两天作剑，转紧紧不关相牵，这分明不是侧夫婿。把我搬上家书间，万事一门，婚书为他，为爸，你去答应了吧。见兄长，平阳亲戚结狮子婚前流泪眼，叫小妹心川川月汪汪，又能当真是有件事有件。红色的良缘，红色的良缘，先夫为爸，兄长和父亲的配天之命，一同跪下求你为婚书心碎才一片，得意也人心，是为永别，失意也人心，是为永情。有才子把你好姻缘，早主上两匹婆素剑，为师的道尽了祝愿，为自己留些许衰点。妻子那父亲自在那一场期莫名的羞惭，总算是落后装笑脸，恰还是相见时看两夫爷。
你草芽。哦，快拿去熬呀！哎，我说你大师兄往为见我说话，哎，可不要熬过了。晓得。大师兄，用茶。多谢。为伴，先生的病怎么样了？这先生越渐沉重了。是的，在先生身边治养，一定很用功吧？纵受美岁所爱，倒也废寝忘餐。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有师弟辅助先生，欢送更有望了。大师兄，兄长10年写的书简，比王家书院的还精致呢。哦，先生也夸我了。呀呀呀呀，不敢当，哎，不敢当啊！大师兄，你小岁了，也3黑了，你为何不一起陪在兄长身边，却要独自揽下这些杂事呢？师弟的学问比我好，如今他又成了先生的妹婿，师弟做的事情，先生也格外放心。只要我马婿能留在先生身边，为欢叔出一分力，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。大师兄，为伴，我去看看先生啊，去看看先生啊。先生晕昏过去了，你快进去看一看啊！夫君，你这是去请郎中吗？不，我有更要紧的事。更要紧的事？哦，为伴，你还记得太岳明先生嘱咐的事吗？记得。范公公已经上门催过几次，我就知道先生这股的幻术根本顾不上做夫。我担心先生为此得罪了赵帝，故而我暗地里带先生把夫做好了。明日便是太黑的岁季，我要亲自送进宫，亲手献接王太后。哎，为伴，你来听听我做的指腹与那司马相如的文采气势究竟是何啊？长秋公甚得手，宜得微微兮，腹背四黑，甚得所貌兮，光耀九族。怎么？做得不好？做得好，做得太好了。夫君，我来问你，难道你我成亲之后，你终身没睡苦心念我，就是在做这片致富吗？是啊，
我再问你，难道这片藏居公生得说比幻术、比兄长的病情还要紧吗？难道王太后的意思可以当作儿戏吗？无论怎样，兄长重病在上，你这个弟子应该睡在他的身边才是。对呀，所以我要所取所为，关进未来备问先生。啊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夫君，夫君。却是嫁给了他，小姐快来，先生不好了！兄长，兄长！你在哪里呀？兄长，快拜！在哪里呀？他去见郎中了。叫他快来！我要把汉书托付给他呀！先生，啥子纷纷乱世人才哟，小妹并不属于草率，算自学自苦，你又岂能耐得呀？父兄耐得，半朝银河耐不得，况与大师兄相处，小妹
必操碎。夫妻与何分彼此？早知是此，我与何必谄媚虚呀？回吧，你来传。
些事情，7岁读论语，9岁读诵诗集，10岁而做算术。时与莫度家事变迁，领略私家悲喜。而今情势所迫，成绩势高，一些上村修营不辍，有生之年定当完成还俗，天天无兄长我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王太尉生得松，生得松，王太尉，为满，为满，为满。太后一子相，此因曹岁文采作曲，此夫本来常去公生得松，名为国父。曹岁官守内地约束，日驻东关公。做官了，我要做官了，兄长。杀鸡，去温一壶茶来。杀鸡，这丫头又睡着了。好，天冷的长夜这夜晚，只
这夜晚清冷生寒意，这夜晚杀气睡去，我再数数。哎呀，说什么呀？说这里写书，还是说这里发呆呀？你不睡，我可睡去了。傻鸡，我要你当天吵睡的消息，怎么又忘了？我当听了呀，可是他师兄不许我对你说。为什么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说吧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听外面人传说，二师兄不是说的东关公，而是后宫。后宫，外面传说王太后不仅喜欢二师兄的文采，更是喜欢他的模样，说是把他养在宫里做什么嫔臣免税。哎，小姐，什么是嫔臣免税啊？不要问了。是你要我问的，又不是我要说。
为爸，夜已深了，喝些热茶吧。大师兄，你有事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就歇歇去吧。哦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大师兄，哦，为爸，大师兄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。明日商量不好吗？明日我就要走了。走，大师兄，你要走到哪里去呀？为爸，先生的这部书稿能做的我全都做了，余下的全靠你了。记得先生生前还想修一部天文字，可先生又力不从心，要因万里路用许多年时光。如今先生过了，他留下的这个心愿，理应由我马须去做呀。大师兄所言天文字却是幻说不可或缺的，今日大师兄提起，是该商量商量。这是大师兄也是要走偏要上路，实在是太得罪了。早啊一时，只因趁早啊。也
上可分。既然要做，何必还要野外呢？哪怕野外一声，就一声，好嘛？喂吧，今日外面有些专业，难道你不曾听到？什么专业？未曾听说。传说赵氏的杀鱼在为贵，令我爱的哩。捕风捉影，不是也罢，不是也罢。师侄，大师兄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吧！也罢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启程。大师兄，你在搜索啊，外甥，搜嘛？我说，我说。大师兄，你我兄妹不算英俊，今日小妹以千场待举，为大师兄建议。大师兄，你可要管呐？此
多少苦泪，小女还生几多回，两小无猜情意恨，不是兄妹生兄妹。今夜里兄远去，这股在这冷吹，这身心这愁眉，明日何物有谁？大师兄，这是小妹早就回人的房金帕，上面绣着一对简牒，题上天长地久，请大师兄带送回来的
上。不，还书不成，不言回去，我早已杀过的。大师兄，你早日认清吧，不要辜负了美好年华。回吧。今日回来，只想对你说一句话：是为爸，你和大师兄真亲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大师兄他比我好，只有他才能帮助你完成幻术。你就和大师兄堂堂正正的做夫妻吧。莫非你也听到了什么？不是，当初先生把你嫁进我，就错了。这是休书，你拿去吧。不，我不能不明不白接下这休书，我不能
亲小妹。我醉了。你怎么回来？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？做了些什么？外面传出的事情可是真的？你快说，我有什么脸色？我必有悔，必有恨。我恨我自己呀！我不配做先生的弟子，更不配做你的父亲。我连一个读书人都不配呀！你得气得为啥我啥原谅了你？你愿意回到苏州，回到我的身边，和我一起读书吗？我想为
要来了，我已经死了。我要你回来，我要你回到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做事。你知道吗？这10几年来，我一个人有多苦，有多累吗？我是多么怀念死去的兄长，怀念从前的二师兄啊！二师兄，为爸，你能再叫我一声二师兄吗？
年过去。臣呐，况来不能出名，出名了阴谋居多，阴谋一多，使其想做的事反倒顾不上了。譬如小姐吧，眼看这部婚书就要完稿了，可小姐却说不知了，什么也飘起来了。真不知道他整天在外面阴谋什么。大师兄也在害死你，真想他快点回来呀！小姐阴谋回来了，我得接他陪他去。
快坐下便说吧。哎呀，你就让我歇歇一会嘛。宽，擦去了句精神，一回来就是来，我也拿你没有办法。学生去，孤算王家夙愿，且相非凡。马先生，这里便是东关国，赵大姑就在这里住宿。小姐，是谁在这里说话？尾拜在哪里？是谁在这里说话？尾拜在哪里？是谁在这里说话？是谁在这里说话？酒了，哎呀，应酬还已。哎呀，马先生啊，如今的赵大姑可不必重见了。上至后宫嫔妃，下至民间女子，谁不知道赵大姑写的女简呀？哦，赵大姑可是当今的女神人。我开模呀！就是这部往往大作欢书，早地早就列为国史了。连皇上召见完成一生班女士呢。哎，想想中间的风流王头，把个生的书碰上了天。而今的王后娘娘却为应夺据，就爱女杰。我只去
我闭嘴。你们说，你们谈。老不死的，真讨厌！来，大师兄，请用茶。这可是王色公平。为拜大师兄系敬礼一杯。请我为什么？听说我走之后，家中一把大火，死的也死了。哎，你若是一人修己还俗，一定吃尽了千辛万苦。马须不在，总算带回了天文之所告。如今先生的遗愿终于要在你的手中实现了，你说我不该敬你吗？慢来，这茶我可是不过瘾了。为什么？唉，思量当初不识深浅，设了婚书，是此犯冲啊！此话何意呀？大师兄，你还听不懂吗？小姐的意思，这婚书她是写不通了。是啊，是有些写不通了。大师兄，你当量什么呀？为爸，我看在王家书院，不像是个做事的地方。怎么不像？太奢侈，太豪华，到处都珠光宝气。你还当办事朝堂吗？这是王家书院，不错，是奢侈，是豪华，可这与做事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哦，难道一定要月亮刺骨、生机爱我，才能做得出好文章吗？你呀，到底还是中间的大师兄啊！大师兄，你听听，都变成什么腔调了？哎呀，为爸，你别了，我变了，是变老了，还是变丑了？别得让我不敢相信，别得让我想起一个人。想起了谁？曹生。大师兄，20年不见面，是些开心的事情，好吗？回拜。点击书高，后3年天涯地，心相牵，王家书院来相见，重逢不舍旧永远，听着你的笑语轩，许着你的心有限，才叫我不由自主心下沉，一层一层戒备我怀念昔日草堂书生郎，我寻找当年的小尾巴，如今失落在那边，我是咋不曾把你快不好，我还兄妹面对，两
从前，金光灿灿，若被家无边，宝气喷青海，无奈自己变。大师兄不高兴了。为爸，你把苏高交给我吧。交给你？为什么？让我修己还俗，完成先生的遗愿。好，就交给你。现在太慢了！你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居然把我逼草绳，我笑你竟要拿走我苏高，我笑你缠着丝袜不要痛，偏得这份话轻巧。我这不是笑，我是悲从中来，苦中特许婚家早，当早为了这苏高，临危艰难从单挑。当早为了这苏高，苦等汉军谁行得了？当早为了这苏高，是父是家什么玩笑？当早为了这苏高，一生一语尽传抄。一部苏高，开山。空上堂，
一月月，一年年，一岁岁，一岁岁，谢谢谢，可可可，给给给，凑凑凑。我心已情，你也听，恨一旁，恨一旁。我为什么不能和其无他，一起为君，他的就是眼睛知道，大师兄弟来的真好，来来来，你把手高不拿，不拿嘴不拿嘴，反正我怕他怨他气他闹他惊他烦他爱他念他厌他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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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来我一次身心让。我拿走，我全部拿走。兄，我也跟你走。走，傻姐，你也要走？走。像我傻姐也真傻呀！你们搬家做事与我何关呢？我为何也一声不响去伺候你呀？不就是敬佩你的才勇，敬佩你的志向，这才看你孤单一人，想帮帮你嘛。事情倒好，你这一撒手，我这一辈子又说什么你？大师兄，我们走，先生的思考在哪里？杀鸡我去跟到哪里？走。啊！你们不能走，这是我的树岗，我的树岗。回吧，大师兄是知道你不会放弃回蜀的呀。大师兄。回吧，大师兄知道你心里苦，很苦啊。啥是曹氏的不是，啥是我妈婿有曹氏的才呀，我是绝不会让你这样辛苦的呀。回吧，你可以怨，可以恨，可是你不能回呀，因为你是白造。才能完成先生的心愿呀！回吧，你还记得这房间爸爸2日以来，我一直待在身边，我一碰起他，就想起我的白枣小妹。微博，我知足了，知足了。我的好兄长，微吧，你还是我的好小妹呀！小姐，我也不知道，傻姐，小姐啊！
外公公，可否请他奏明皇上，让你为百事操刀做事？好，好，杀鸡，快陪大师兄去找范公公。大师兄，我们走。为办事操刀，为办事操刀。上级，你可什么？小姐，皇上不赠你为曹大，大事在东关公，事情公应了。终于还蜀军鼓将要成书了，当今
又一步大跌倒。哎，可是伴奏马须都没在幻书上注明，是他们自己不要。后人的幻书就只知伴鼓，而不知伴奏马须。哎，想想这两个人，也算是一辈子图个什么啊？图了个什么啊？苏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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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吧，苏高，回吧。苏高，圣上派人将苏高运走了。运走了，那是我的苏高啊，我的苏高啊！回吧，你听一我听。要我的苏高，我的苏高啊！你怎么哭了？苏高就要成书了，你应当高兴才是啊！我应当高兴才是。那我不哭，我不哭，可我就是想哭。回吧，你不要哭了，大师兄今日就要和你告别啦。啊！你又要走？可以带上我吗？啊！圣上要你留下来。那你为什么要走？圣上说幻术休寂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出宫去吧。要来一起来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不能啊！圣上恐怕后人读不懂幻术，要你留下来为苏高做注解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为了这部坏书嘛。啊，那你可要在朝堂等我啊！一定要等我啊！我等，我等。
下是生死不了情。这一杯恭恭敬敬献上敬，劳累你辛辛苦苦换一生。小姐，来死我冤死这一杯遥相同来敬，洒在地，颠高两旁立。当时的九级下冤鬼，为先生在天上显伤心关心。伤心流尽风里天，心再多情
兄这一走，没过几天去世了。小姐闻讯，一生都没余空。他强撑着做完了他该做的事情，就每天来到宫门前面想啊想啊。太阳下山了，当心小姐擦了。小姐，回去吧，明天再来。